3月3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太浓意远，疏切真，肌理细腻古均匀。喙内念着当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，知名的国画大师杨小宁以水墨画画出人物、花鸟以及动物，尤其是伫新汉画的领域是国内第一人。新汉画它是古汉画的再现，也是通今贯古的大语言。它可以说是兼收并附了壁画，还有浮雕、唐三彩，这个民间剪纸、皮影、刺绣这些民间艺术的精华。伊的作品曾经伫中国上海、北京等地拢有展出，作品甚至予总统府收藏。而即摆会来到台湾展出，是因为伊曾经予烧伤来到台湾接受治疗，为着感恩，用伊家己的双手来回馈台湾，并用作品来展现中华文化。我们台湾的乡亲在那时候也是帮助我、鼓励我度过了那个难关。那我就想着我好了。我要用我浴火重生的双手来回馈台湾。这次展出的这幅汉唐雄风，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第二幅。这个画主要表现汉王出游的阵势，前面有这个侍卫，还有他的皇帝的儿女啊，还有宫女啊，还有一些他的子孙后代都在车上坐着出去游玩。即摆杨小宁老师伫台南的展览由新城艺术来牵线，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。展期为元宵节开始，为期1个月，予大家不止看花灯，也予大家欣赏无同的艺术作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